讲到找找着要得到，请曾牧师。咱当心来祈祷。外面的主，阮来到你是阮做前，伫你的圣殿内，阮领受上帝你外面的话，阮要通过祈祷，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亲像春天看袂到迄个画面。万物就开始不芽成长。我要恳求主，你伫即个充满新的气力的节期，互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你的圣殿，通过你圣经的话做画面的证据，通过圣神运行的画面，或者的生命的话，成做阮骹前的顶路上的光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祝福。阮追求你的事，互阮确信耶稣所讲的话无空空，就是吹就要拄着，拍门要甲阮开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互每一个进入你至圣所的你的囝儿查某囝，阮得到活泼的信心，充满活力的画面，阁有伫上帝你的面前。阮的生命要成做一个荣耀的记号，来荣光你的性命。愿主你听阮心中的祈祷，阮要静静听。愿上帝你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头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这礼拜开始，咱的教会传统。咱就进入要过过活节，中牧师今日较较早。咱的基督教的教会通常，咱拢伫过活节前一礼拜，咱才准备迄个受难周。但是传统伫2000年，咱的信仰的传统，基本上是对过活节前的6礼拜，佮加上迄个礼拜进前的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。就安尼算开始，伫传统上，甲伊设定诚侪一个鼓励兄弟姊妹灵修的节期，伊的名叫做四旬节，就40天，也是讲大斋节，就是一个禁食祈祷的节期。这个节期的重要，毋是伊是传统，反倒当是因为伊重要，所以伊才变做传统。这咱敢有了解这句话？毋是咱做基督徒爱守真侪传统，所有的教会内底自然后来真侪传统的理由，毋是因为是过去人安尼做，所以咱就安尼做尔，毋是。毋是因为伊是传统，所以伊重要，是因为伊重要，伊后来2000年就真侪教会的传统。所以2000年来，教会对初代教会开始了。主耶稣过我上天了后，初代教会非常重视耶稣的过我，因为耶稣若无过我，伊只不过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讲道者，或者伊是一个了不起的祈祷的人，就是因为伊过我，所以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对心中确信讲，我所相信的基督教是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的。因为伊互死人过活，用主耶稣的过活做这个节期最后的重要的结束。伊也出伫对春天开始，所以这个节期英语叫做 Lent，L-E-N-T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伫英语有一点叫做拉长，愈来愈长。伊是因为春天开始。日时会比暗时较长，白昼会愈来愈长。伫迄个时阵，春天临到的时，万物开始咧布芽，开始咧生长，花草直直水起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北半球的信仰甲生活的结合。
所以地球的北半球通常用这个大斋节做一个灵修的开始。少年耶稣基督40天伫旷野的禁食祈祷，所以伫耶稣跟我进前用40天设定，正做一个灵修的开始。一方面调整家己的脚步，重新倒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因为咱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中间，有意无意中间，有时咱会伫上帝甲世间的力量会拉扯，所以有时咱会较我上帝，有时咱会较我世间。所以大斋节对基督徒来讲，就是重新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通过禁食，通过祈祷，会当互家己的信仰有新的活力注入伫咱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我要用今仔日这个圣经再来邀请咱做两个祈祷。第一，祈祷上帝，互咱的内面有这个耶稣所讲的，既然啉我的水，就要有圣神的活水降下伫恁的生命。这叫做活泼的活命 ，flowing life， 就是种活跳跳的。春天若到，自然万物要充满一种的新的生机、新的力量。免人教，伊对土地又开始布给。咱的教会对第一年开始种百合花了后，牧师上界会当敏感到这个节气的改变，因为每一个过新春了后，进前就开始发现新春要到的时，对土地咱的草坡啊，两簇就开始迄个台湾的原生百合，伊就开始布迄个叶走出来。第一个牧师伫今仔日礼拜为恁的祈祷，嘛邀请恁的祈祷。主啊，想使我的信仰是一个有力量的信仰，毋是无滋无味，毋是无小无冷。主啊，我通过这个大斋节开始，就算做教会无逐礼拜拢用大斋节做讲道的主题，但对这个时候我要准备过搁偌济。伫这段时间呢，我要甲上帝里讨就是一个活泼的信仰，搁有就是活跳跳的活力。第二，牧师要邀请你的祈祷就是，甲上帝讨讲，主换新我的活命，互我的生命愈来愈水。有信仰的老大人，伊充满温柔，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，伊会互伊身边的人感觉讲，伊的生命虽然年纪加天，但是伊的水是甲少年无共款的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祈祷。上帝赏赐我生命活力。第二，上帝赏赐我荣耀尊贵，做我生命的冕旒，互我一生对少年到年老有无共款的水。少年有少年的青春的水，到年老有年老的成熟、平安、喜乐、成熟和稳定的水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运行在咱的生命中，对这是到咱一生的结束。愿天父上帝通过这个大斋节节期，互兄弟姊妹恁感觉知影，我的信仰不是干那礼拜日的信仰，我的信仰是每一日拢是我的信仰。所以这个节期是用耶稣基督伊伫旷野40日的禁食祈祷来设定的。咱甲耶稣同款，伫旷野面对这个世间的试探，耶稣3摆用上帝的话来对这个引诱讲 ：“No， 唔对，我的上帝甲我讲的信仰唔是安尼。”愿天主耶稣所互咱的迄个德性的活命，咱的主耶稣勇敢诚实面对伊伫人生中间所拄到的试探，咱的人生嘛犹原会安尼。咱是卑微的人，怎堪得用耶稣的礼来做咱的礼？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当然伊自然而然的赢过试探。但是耶稣毋是安尼，耶稣是甲咱讲：我伫世间嘛有拄着食的，
我用上帝的话赢过魔鬼的引诱，永远遵上帝的话最至尊至权真正的真理。顶礼拜我甲咱分享咱的青年，伊的老师甲问讲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敢无绝对的真理？无论咱相信无相信，会了解甲未了解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你的话怎样讲，我就怎样相信。就算做我的理性的判断，小可有交期，毋是小可，可能嘛足严重。但是上帝，我要永远相信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领受上帝甲咱陪伴的迄个自由。因为大斋节咧讲有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操练，就是历代信仰的老师，伊拢看见迄当时的世间人过头用物质的享受欲望做因心中的需要，所以真侪人互欲望、互情绪、互物质、互财富，但讲句叫做辖制，捆绑着咱心中的决定。咱无安尼做，咱就规身躯浑身不对劲。但是因为圣神的帮助，咱就对真侪的欲望、物质，咱就操练节制。所以今朝基督最重要的目的，是互基督徒真实去面对我伫肉体上、伫需要物质上、伫金钱上、伫欲望上各种的需要。但是我奉耶稣的圣尊名，我操练我家己，所以我对这个物质，我要互物质甲金钱、名声、地位，做我一生中间的主人。反倒等，我要做所有这个世间上帝交我的文书的主人。所以今朝基督最重要，就是通过礼拜，通过读圣经，通过祈祷，咱伫主的面前诚实去面对咱的情绪，然后用上帝的话来甲咱内底这个人讲，你爱设置这个情绪对你对我拢无帮助。你甲我，咱是一体，咱要对做上帝宝贝的器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甲耶稣基督学习，伊怎样面对试探，心内的未满足，情绪的需要，欲望的扭曲，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到咱家己生活的情景。伫咱的困难的中间，咱看头前，咱看到咱的上帝，伊伫头前来引带咱。愿咱会当真正伫主的面前知影讲，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的态度，叫做敬畏上帝。今仔这个世代真正是进步还是退步？90%可能进步，但是某一个程度是退步。因为现代人用享受、用成功、用金钱、用物质来定义伊的能力，敢是安尼？这个时代愈来愈无讲圣洁、神圣，包含教会甲基督徒，咱一直在退。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无论是道德生活，无论是咱对人的人际关系伦理，咱一直在退。伫咱的心中，迄个阳光尊贵神圣，迄个圣洁，渐渐无去。我毋是讲咱，某一寡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得到保守，说出咱的人生是讲圣在、圣在、圣在。咱每一摆踏入这个礼拜堂，咱就充满一种的喜乐、敬畏。因为我知影，我入来的所在，毋是一个凊彩的所在，
是一个我得到祝福，我的生命得到上帝光照的时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搁一摆清起家己。即几礼拜中间，咱所讲的题目，无论咧讲到我的生命的剧本，无论咧讲到雅各尽的迄个追迹，拢讲到咱的生。主求你伫今年的大灾节，互我重生，顶头生。主你的圣心，互我重新洗身躯，洗好清气。我找得来，我找回起初的我，我找回上帝你互我出世生所带来，上帝你所想事，放伫我曾某某生命内底迄个起初的温素。今仔日牧师邀请恁的祈祷，无论是用箴言，无论用这个马太第7章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做找、寻找，找就拄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祝福兄弟姊妹，你每一个人找到恁生命的荣耀。你每一个人拢找到你生命中间上宝贝，愿主通过今仔日圣经的话，互恁知影。因为找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，耶稣所讲，找就拄着，找就找着。这个找伫原文的圣经叫做 zeteo， 这个字本身有两种的意思。伫圣经中间是一个极重要的字。有真多经文会当引用。伫今仔日礼拜了，牧师将这个档案传互恁，恁若愿意，恁搁去读，找到什么？找到上帝国，找到智慧，找到荣耀，找到活命，找到我心所爱的欲望，伊所找到的。耶稣讲的这个字，出现伫圣经的中间，形形色色，真正搁咱伫人生中间。咱所求所讨的拢同款，但是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伊记载伫路加，伊讲就是去找到的意思，就是以前上帝所赏赐咱出世，上帝已经有备的各种招备的文书甲能力，主早就已经放伫咱的内底，但是咱放弃。耶稣所讲的这个找，更较重要的意思就是，重新找到来上帝起初，伊创造亚当的时，伊将迄个活开，甲伊分入伫这个人的中间。人正做人的意思，就是内面有一个上帝圣洁的活命。所以这个找另外一个意思，第二更较重要的意思就是找回上帝，找回自己。每一摆咱做礼拜时，拢是定心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来就你。我找到啊，我嘛找到。我伫出世的时阵，我的命中就已经注定上帝你所赏赐的恩赐。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世间做人客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用脚步。用定睛，用敬虔，咱求圣神帮助咱。因为路加讲，有一个富人人，伊有10块10个金银，放弃1块，伊就点灯，规内底扫了了，斟酌去找伊所放弃迄个金钱。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，上帝有备咱十全十美的恩赐，伫咱出世的时阵，上帝就将这个充足的、完整的交予咱。但是有时，咱将上帝所赏赐的圣洁的活命，咱该放弃。耶稣讲，恁都要点灯、摒扫、斟酌找。然后你要找得来上帝所予你的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做礼拜时，找回起初的爱心，找得来咱做红鞋的是迄种一张白纸，
完全无邪恶的念头，看男看女，拢是看到人。但即摆时代，人看男看女，充满奇奇怪怪的情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家己讲，这就是我的话。然后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的心无够，求你透放我，求你帮助我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神圣的画面放伫咱的心内。无论有人看无人看，咱拢知上帝在看。兄弟姊妹，无论有人知无人知，上帝拢知。愿咱的生命有这种的坚持，这种对上帝的敬畏。因为今仔日的箴言第11章23節，伊讲敬畏上帝的人，因就要得到活命。耶稣讲。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啊，是咧求啥？耶稣敢有讲？耶稣伫这段马太福音第7章内底，并无讲较进一步。但是咱来看所有四福音内底，咱就知影耶稣所讲的，其实就是活命。我就是真理、活命道路。人若趁着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活命，有啥物利益？人敢会通用这个世间来换伊的活命吗？今仔咱所对找到的，就是来敬拜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因为是活命的掌管者。第二，咱所追求的，就是上帝所赏赐咱今生今世。上帝所赏赐咱，人公平，拢一世人拿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纪念这个节期。虽然咱的教会无安排40天的这种的操练，但是你会当家己照你的意爱，这种的操练常常鼓励讲，拜三迎安禁食，拜三拜六，还是拜三拜五，中昼莫食饭，就是对透早食啊了后禁食，白天的时间用规工禁食的时间。来提醒家己讲，我伫我的职场，我伫我的学校，我伫我的生活，我伫我的家庭，我通过这个禁食提醒我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今摆做一项代志是神圣的，就是我咧甲上帝的生命关系的修补。你若愿意，你照你家己的心。当然，牧师伫最后，搁偌济进前受难周会召咱到教会。咱当年受难周拢有暗时的祈祷会。你嘛会当踊跃来参加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来回顾今日所讲的圣经，所读的圣经，伊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叫做找啊。兄弟姊妹，你一生咧找什么呢？我咧找成功的人生，我会当伫我的同学中间，伫我的世间中间，我做头人。阮陈大有一个同学的赖族群，大家人拢是有邀请，我嘛是有邀请。但是伫迄个赖族群中间，我拢感觉我是啥物？我是局外人，因为我误入歧途，不务正业。我的同学大家拢是工程师、教授，所以因讲的拢是科技的物件，我插话拢插袂入去。咱伫人生中间，咱咧找一项，就是上帝甲咱定着生命的剧本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一世人会记得今仔日这段圣经。箴言23章19章23節，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嗎？迄就是箴言內底上要緊的金句。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，但是更加重要，生命比智慧更重要。19章23節，伊講敬畏耶和華的人，因就會得到活命，是一個豐盛的活命。我用希洛阿嬷伊上老了上水的一句話叫做：伊伫人生最後咧寫伊的遺囑，最後一張批信，伊甲上帝做伙寫這張批。伊講：上帝，我感謝你賞賜我一份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， 是一個完全的
无遗憾的、丰盛的，佮充满滋味、好奇。我每一日目睭天金，我对少年到年老，每一项我所做的，拢不是偶然，因为我看见上帝你对我细汉读主日学，一直到我年老，你所做一切奇妙的事。然后遐阿嬷敢是讲一句话讲，这拢毋是我做的，恁会记无？逐个人甲伊拍拍手，伊讲啊，我像做梦，今仔日看我无法度想象，讲今仔迄落报应安尼，毋是我做的，是上帝做的。兄弟姊妹，恁敢有渴望恁的生命是今仔日的金句应允？伊讲很久满足。兄弟姊妹。上帝话毋是口头禅，上帝话嘛毋是这种的成语，上帝话就亲像一张支票，伊将伊的名耶和华写伫迄个中间，是就是，照安尼应允。现在你相信吗？你愿意你的生命存出来时，你有一份丰盛、没有遗憾的生命吗？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这就是第一个牧师邀请恁的祈祷，讲主啊，赏赐我一份完美的、整全的、全备的、丰盛的、蓬勃的生命。近代真侪心理学家，也是讲咧做激发潜能的训练的专家，因真爱用的一个字叫做 flourishing， 我甲写伫遐，迄个生命蓬勃。这个字是对旧约的圣经内底沙龙造出来。沙龙拢知影叫做平安，但是如果敢若用形容平安翻译做平安，实在还阁无够。圣经咧讲原理平安的时阵，是咧讲起原理的内底有一份完整的活命，是充满热量，是充满一个活跳跳，有活泼的盼望，有活泼的生命力。沙龙是这种的字，所以你捌听过牧师甲恁解说这个沙龙这个字，讲伊就是一个成熟的活命，就是一个生命的发展。对你细汉顶大人，你生命的发展是完整的。你的情绪完整的，你的品格完整的，你的力量完整的，你的智慧完整的，你的心性，你的活过是完整的。所以沙龙这个字是这么水，所以沙龙这个字对照对圣经起头的时候，圣经讲上帝创造爱登乐园。沙龙的意思就是，咱的生命变作亲像爱登乐园，上帝的花园。它充满了许多奇妙美丽，也是充满上帝同在画面。愿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感动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因为耶稣讲：“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。”兄弟姊妹做礼拜爱求，毋是求假清用，是求你的生命喜乐平安。荣耀尊贵，我会当做颂扬人不要紧，但是我要做一个有尊贵的活命的颂扬人。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好嘅人，是伫金钱富足，但是伫灵性顶悬颂扬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今仔这段圣经常常祈祷，用今仔圣经常常祈祷。我拄则甲咱解说讲，求、吹、拍门。我只有解说这个吹足侪物件，但是更加重要是找回上帝，找回自己。每一摆咱读圣经，每一摆咱灵修，每一摆咱做礼拜听讲道，最重要就是渴望会当甲上帝面对面。主啊，我看到你，你嘛看到我。愿主对恁讲话，这就是圣经讲憔悴、折跳这个字原文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叫做尝试取得、渴望拥有。这个世间，大家人拢有欲望，大家人拢有期待，
这个字用伫圣经的中间，讲到人咧找机会，人咧找活命，人咧找智慧，人咧找荣耀尊贵，人咧找新约技术，有无？有人求新约技术，有人求智慧，独独我团工定十字架耶稣基督，咱咧找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字个另外一个意思，找回曾经拥有，但是你已经失去的，找到咱的灵魂，找到咱起初的爱心，找到咱头一日甲耶稣讲我愿意，找到咱伫上帝的面前，捌流目屎决志讲，主啊，我要做真正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。拄则牧师所甲恁讲迄个故事，就是写伫路加第15章第8节。人若失了伊心中所看最重要的一个金角啊，当然咱咧讲这叫做龙银啊，10块，就是等于咱咧讲零银啊，古早若好个吼，零银就算讲咱今仔日1000的1000比1000块佫较济大钞。变少，点定。耶稣讲：仔细寻找，直到找到。兄弟姊妹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敲做上帝奥妙，敲做上帝存在，敲做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有备的奇妙，就是找上帝，找到咱家己。愿主对恁讲话。所以头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所互恁的一个鼓励邀请，咱同齐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通过今年的大斋节，我会当找到我家己，我会当找到迄个对信仰已经失去热情，伫这个世间已经世俗化，互这个世间牵咧行，面面钱钱，讲的拢是钱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互咱重新找到来咱心中对上帝的敬畏，因为上帝通过咱的敬虔，咱的脚步，上帝要将很久的满足的生命，很久满足的生命，嘛就是代表伫伊的诗篇16篇内底讲，互我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、持久的，主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找倒来。上帝伫伊带咱来到世间迄一日，伫咱也毋知影咱的运数是一个什么拢毋知影红个啊，嘛毋知影家己生命内底上帝已经定着什么。对迄个时阵，上帝将伊的活气放伫咱的活命的内底，迄个灵魂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彼得咧讲起箴言这段话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当一个人若用敬畏的心找到上帝，上帝要将一个活命予伊，是一个永远持久的满足。迄个意思就好亲像彼得前书1章23节，伊讲恁要顶头生，通过上帝大有力量的活泼的话，所以每一届每一个所在。上帝的话受选读，人的生命就受改变。所以一个牧师讲，每一摆上帝的话被选读的时阵，世界就受改变。迄句话是一个真严肃、真肯定所讲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无拄面，斟酌听上帝今仔日对伊所讲的话。因为上帝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就像耶稣讲，上帝国临到，因为上帝国要踮伫恁的心内。牧师嘛甲恁讲 ，ego emit autos。主啊，我将我的情欲欲望交伫你的圣心，主我将我的感性交伫你圣洁的理性的内底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心思意念，将我的欲望，主啊，我交伫圣神、圣父上帝。兄弟姊妹，
这真做传统甲动作，毋是因为伊是传统，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伊是祝福，所以伊重要。愿恁得到，愿恁认真憔悴。上帝将这个活跳跳活命，照着约伯。今仔日牧师伫金句顶悬引用约伯的祈祷来做结论，所以牧师讲求两项，最后第三项的结论就是决志。主啊，愿我得到所求的，愿上帝赏赐我心中切切的愿望。这就是决志。我要因为敬畏上帝，我要因为敬畏上帝，我切切所求的，我就得到上帝你的怜悯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金句，切切所求这个切切这个字，其实牧师已经解出几啊摆啊。伊叫做救恩的锁，一条锁有无？愿望的锁，亲像囡仔甲妈妈伫迄个子宫内底连做伙迄条，咱咧讲道在线迄条。圣经咧讲的愿望这个字原文有一个锁的意思。这个乱麻中迄个小羊只好日票的迄个，迄是乱麻，牧师毋是去经迄个字放伫遐，其实是一条斜线是一个救恩的锁，是一个愿望的锁。第二，牧师要邀请恁的祈祷就是，甲上帝讨最真实的基督徒，穿耶稣基督的荣耀，穿上帝的本性。我真爱保罗伫保罗后书、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，伊讲恁着爱晓悟生命甲敬虔的事，有份伫上帝的圣经。兄弟姊妹，常常想这段圣经。咱做基督徒对初信，后来做门徒，对无道友变信徒，还阁无够格。咱爱变做信徒，变做使徒，因为使徒是比信徒更加重视你的使命。无道友来做人客，心中人拢会使入来教会，教会绝对无拒绝心中形形色色的人。因为上帝的门是永远为着人拍开的，但是若是永远做人客，做无道友，我行我素，我行我素，自以为是，安尼可笑。咱伫上帝面前，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咱要成做一个真正的信徒，然后有能力通背十字架。你若愿意，主就互你；你若无愿意，你嘛永远会通安然坐伫这个所在，因为这是主为咱备办一间生命学校，互咱慢慢成长。主帮助咱晓悟活命甲敬虔的事，阁有份伫上帝的圣经。我的心思意念，我的圣经，我的情绪，我的欲望，既然长大成人，就放落过去，找倒来。上帝伫我带我来到世间的时，上帝就定着将迄个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互的子钱。彼得真爱安尼讲，迄是一个真抬头挺胸、顶天立地所讲的话。咱做基督徒是一个君尊有尊贵、贵族王的囝，有君尊的身份，有圣洁的活命。愿天父上帝会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咱晓悟有份。有份就是上帝，搁一摆将迄个起初创造挖开，搁一摆充满伫咱的内底。主帮助咱洁净咱的身躯，互咱的生命亲像伫雅各水井，上帝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的流露出来。新春过年穿新衫，新春过年祈祷做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找得来上帝所创造阳光尊贵的活命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咱提醒，今仔圣经有一句话，其实箴言这句话箴言19章第21节咱古早的台湾人就讲过
千胜万胜不达啥？恁甲读看嘛有共款无？千胜万胜不达天一话。古早台湾人看天看地，用额头三笑有神明。虽然毋知伊的名叫做啥，个无甲叫天公。台湾人早都已经有上帝稳重的奥妙藏伫咱的语言的中间。伊讲人会当计划，人会当孝想，迄就是计划甲筹算。但是圣经讲，独独只有耶和华立定立定，台语翻做稳定、稳当、稳当当。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，甲上帝参详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最后要离开礼拜堂进前，你应该爱做的祈祷。牧师请伊做决志，主啊，我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立约，主我将我的性命、我的孝想、我的计划、我的欲望、我的筹算，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将我生命的剧本，第一本是我写的，但是上帝，我将我家己写的剧本，甲你参详。主求你修改我生命的剧本，我生命的剧本会当下伫主你的心意。今日圣经讲，人心内做计谋，独独耶和华才会稳当。这个稳当这个字叫做困。其实早早恁就读到这个字，但是恁无甲伊放做伙。以赛亚22章21节，以利亚敬，咱教会早早几啊年前用一支锁匙有无？以利亚敬的钥匙，迄个埃利亚 Kim， 迄个 Kim 就是共字，就是今仔日咧讲起稳当。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高举，上帝坚固，上帝甲伊花手抹油，甲伊设立。这个稳当，这个字的意思困，这个字就是上帝是我坚固石盘。上帝用油抹伫我的顶悬，甲我花手高抹，有上帝高举我的生命。我搁一摆解说这个圣经，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享受。上帝看咱做宝贝，你若愿意上帝高举你的活命，你若愿意上帝高举你的家庭，你若愿意上帝高举你的人生手所做的工，兄弟姊妹。敢会通无甲上帝参详吗？我行我素的人上可笑。兄弟姊妹，自以为是的人真损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着主的话讲，将你心中所想的，甲我参详，我就要互伊稳当。呀，这里阿门嘛！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的计谋，求你照你的旨意。耶稣捧伊的杯讲：主啊，杯啊，若通，互这个苦杯离开我，但是无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上帝有愿互耶稣啉迄个十字架杯。但是上帝将苦杯真做祝福的杯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带着邀歌、脚步来对你祈祷，检查阮家己还无看到家己的丧向。检查阮了无认捌，阮伫人生中间所拄着迄个白血的可怕，做阮亲像青梅的人，亲像摆卡的人，亲像太过病的人，阮有无共款的镜头，无共款的软正。至圣的上帝求你怜悯帮助阮，
阮今仔日安尼宣读上帝你的话，毋是出自对别人的责备，乃是出自对家己生命的刻薄。主今仔对你讲阿们的人，愿你为因拍开施恩宝座的大门。今仔抬头仰望，目中都有目屎，主求你拭去因的目屎，互因看见上帝你的荣耀。主任命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带有上帝性情、敬畏上帝的教会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对你的话回应讲阿们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这是阮心所求。阿们。